Hello，開始啦。咁我哋輕鬆啲得㗎啦，又唔使有啲咩壓力。講呢個赤馬紅楊結巴，係咪未聽過啊？係啊，完全唔知係咩嚟嘅。係啊，如果有喺香港咧，其實都幾多人講嘅。呢個赤馬紅楊有少少風水命理嘅基礎認識，都識呢個 terms。點樣為之赤馬咧？今年你知唔知係農曆咩年先？今年唔知啊，今年係乙巳年。乙巳年係啦，呢個第時再慢慢研究啦。乙巳年咁再上嗰個就上年係甲辰年啊嘛，今年係乙巳年啦。咁下年咧就丙午年啊。丙午年咧丙因為係屬火啊，係啊。咁呢啲都係睇你信唔信五行嗰啲，睇下點樣理解呢樣嘢嘅啫。丙午年咧，丙係屬火，咁呢個午咧。五生肖嚟講係屬馬嘅，丙午咧就馬，所以咧一個火嘅馬咧，我哋就叫赤馬啦。哦，係啦，赤馬係啦，就係我哋農曆計咧，丙午年咧就叫做赤馬。係啦，今年係青蛇，乙巳乙係因為屬木，蛇巳係屬蛇，係啦，12生肖係屬蛇，咁所以乙巳年就係青蛇，出年就赤馬。咁赤馬紅楊劫係講緊咩咧？就係再下一年丙午之後，再下一年咧就丁未，丁未年，丁都係火嘅，未咧就係陽啦，咁所以係一隻火羊，所以我哋就叫做紅羊啦。咁赤馬紅羊咧就係火嘅馬再加火嘅羊，咁就叫赤馬紅羊啦。咁睇翻歷史咧，每60年一次。每60年一個格子啊嘛，對比翻咧60年前咧都可以做下 research 嘅，就發生過非常之動盪嘅事啦。咁喺再60年前，即係120年前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動盪嘅。凡係赤馬紅羊年咧，喺我哋認識嘅歷史之中都冇乜好事發生嘅，都係大鑊嘢嚟㗎。咁所以就叫赤馬紅羊劫啦。係啦。咁之前嘅赤馬紅楊劫有咩事發生咧？如果我冇記錯咧，上一個60年咧，香港就係暴動啊，67暴動。係啦，60年前就係1967年。咁喺內地都係有麻煩嘢嘅。上一個1966年咧，丙午年咧就係文化大革命，咁啊死得人多，大家都知嘅。咁再對上一個丙午年丁未年咧，就黃花崗起義，即係清末革命，就亦都係令到我哋中國嘅新時代嘅誕生啊！咁都係非常之大鑊，因為係徹底咁樣改變咗我哋一啲文化同埋意義嘅。對上咧就6667暴動，香港67暴動，內地就文化大革命。再之前嘅1907就黃花崗起義啦。咁1906年係有丙午嘅大型風災喎嚇，咁靖康之變都係呢個時間嚟嘅，引起好多關注啦，亦都而家好多人講啦，每60年就一個有大動亂啊、戰爭啊、改朝換代啊嘅重大事件嘅。咁無獨有偶咧，我唔係預言家啦，亦都唔想預言啲乜嘢啦，但係而家睇翻世界嘅局勢，確係非常之亂。係啊，咁係我哋我做咗40年人嘅啫，咁40年嚟，其實從呢40年咧，喺我哋懂事以嚟咧，從來都係得美國去打人嘅啫，仲要係打到對手都係毫無還擊之力嘅，係嘛？次次都係㗎啦，波斯灣戰爭搞掂咗伊拉克啊，又或者去阿富汗消滅咗拉登啊之類嗰啲，咁但係而家咧打贏嗰個就唔係美國俄羅斯打緊烏克蘭啦，未打完啦，跟住緬甸啊、柬埔寨啊、泰國啊嗰啲又好似流粒亂咁喎。咁呢排就尤其是今年我哋所謂嘅五黃星喺東北位啦，咁東北方都唔係太非常之太平嘅。日本同中國嘅關係非常之差啊，咁日本又試圖借呢個台灣咧係去生事啦。咁台灣而家嘅當權者又內地又唔太 friend 啦，民進黨嗰邊啱啱先搞掂咗個軍演，不過出年咧個五黃星會飛去第二個方位嘅，就會飛去南方啦。咁所以出年
最濕滯嘅地方就未必喺東北位，係啦。咁但係因為而家講緊20年大運有一個20年嘅五黃星嘅，同我哋講緊流年嘅五黃星會有啲唔同。係啦，我啱啱講流年就係因為咁啱今年流年五黃星喺東北位，咁香港嘅東北位就大埔有好嚴重嘅火災啦。咁而喺成個中國計嘅東北位就係真係日本、韓國啊、台灣啊，對於香港嚟講都係東北位嚟嘅。咁出年如果係南咧，咁就理論上咧就係泰國、柬埔寨啊、菲律賓啊、印尼啊呢啲。咁會唔會係出年喺南海九段線嗰度有比較大嘅摩擦咧？咁就唔知啦。火旺會旺咩咧？如果五行嚟講就係旺一啲視覺上嘅嘢啦。咁理論上就餐飲理論上都係嘅嚇。不過而家差嘅係鋪位呢樣嘢。其實餐飲係冇問題嘅，做外賣好好運嘅嚇。咁但係做實體嘅餐飲店嘅生意就好差啦。咁其他受惠嘅火運嘅行業就一定係 AI 啊、美容啊呢啲啦。AI 其實就係火運嘅，因為虛擬啊嘛。火係冇實體嘅，係啦，咁所以火運係有排旺足20年。赤馬紅羊劫之下咧，理論上 AI 會發展得更加快。跟住除咗有大鑊嘢之外，就係會有唔同嘅行業有興旺嘅情況啦。火運對樓市係會點咧？因為我哋上個20年行緊嘅係呢個土運啊嘛。咁變咗上嗰20年咧，所有地產相關嘅行業都興旺。咁但係啱啱大家都知啦，啱啱一踏入呢個火運咧，其實已經有好多樓市就所謂爆煲啦，好差啦個表現，香港都好差啦。咁土運咧特別差嘅就一定係工商鋪啦，比住宅更加差，因為住宅始終有剛性嘅需求喺度，人點都要住，香港人口多啊咁。雖然移民走咗一批咁，但係喺政策之下又呢個高才通啊，有內地嘅同胞又移民過嚟填補嗰個勞動空缺啦，咁所以有一個剛性需求喺度，住宅就點都有個需求，所以跌極有限啦，所謂雖然跌咗好多啦都，咁但係工商鋪咧就好似無底深潭咁急跌，咁火運咧唔一定話代表所有樓價會一路跌足20年，唔係咁樣嘅，即係火運只不過係有其他更加興旺嘅事情咁解嘅啫。咁只不過土呢樣嘢，即係房地產咧，就唔再係最旺嘅行業，係啦。咁所以如果想買樓致富嘅話咧，咁嚟緊呢20年咧就未必係最適合嘅工具啦。即係如果以投資啊、理財嗰方面睇嘅話，咁呢啲因為都好多前人講咗噶啦。咁火運興旺嘅，正如頭先話齋啦 ，AI 啊、虛擬啊、美容啊、視覺效果嘅嘢所有虛擬嘅嘢都會係旺嘅，因為虛擬冇實體嘅嘢啦，包括詐騙啦，所以詐騙呢樣嘢嚟緊都會旺足20年噶，即係冇辦法去，就算炸咗10個 KK 園都好啦，成個緬甸同柬埔寨啲 KK 園都炸晒都好啦。詐騙呢樣嘢都會繼續存在，都會繼續興旺嘅，即係呃人呢樣嘢，因為呢個係一個未來20年都有排玩嘅事情，係啦。咁至於樓市會點咧？尤其是嚟緊呢2年赤馬紅羊，咁赤馬紅羊會有大嘅動盪。咁大嘅動盪睇翻之前，凡係有大嘅動盪咧，政局亂，所有投資嘅市場都唔會好到去邊，係嘛？即係股市唔會太好，樓市亦都唔會太好嘅。咁有大嘅變動，啲資金係需要避險嘅。咁會唔會代表有利黃金咧？呢個我唔敢講，因為我哋唔係行緊金運啊。咁但係黃金就升咗好多啦，白銀都升咗好多啦。你都關於赤馬紅羊劫咧，我仲有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你。好啊。而家揀樓被劫有咩門道啊？揀樓被劫啊？當然啦，剛性需求頭先我話啦，住宅你有需要買樓嘅話係要揀嘅，因為20年嚟個方位又變啊，個方位又變，個運勢又唔同啊。咁我哋當然可以開幾集講咩叫運勢嘅
因為其實地球係本身係一個大磁石，呢啲古人嘅智慧一時之間我都未參透到，但係每隔20年咧，運勢係會有唔同，地運係會有變嘅。咁睇翻過往啊，真係 so far 冇錯過嘅，係驗證得到嘅。咁唔同嘅方位係適合做唔同嘅事情，係啦。咁一個地方風水好咧，整體上係可以旺好多年，係啦。咁但係因為呢20年變咗啦，咁當然都好多人知啦。嚟緊呢20年行嘅係南山北水啊，即係喺南面最好有山，北面就最好見水，咁就最理想啦。咁但係係咪一定係咁咧？咁所以我哋講緊赤馬紅刃劫揀樓被劫咧，我相信係講緊呢樣嘢啦。係啦，如果有得揀地方搬屋，租樓又好，買樓又好，其實首先真係要睇方位啦。如果有得揀就揀下啲方位啦，啲門點開啊，窗點向啊，係有影響嘅。因為日出日落啊，啲風點走啊，其實係有影響。呢個我哋可以下次慢慢講多少少。好啊，關於呢個赤馬紅刃節2026大關口，跟呢集就係咁啦。Johnny 師傅同大家 say 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下集再見。